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读圣经来到出来记第3章，上帝呼召摩西。即个呼召，若是用摩西的角度来讲，是真震动的呼召，因为当上帝差遣使者用气皮伫遐咧烧，然后伫遐咧倒，总是伊无毁坏。伫迄个中间，重新来显现互摩西时，我毋知影摩西到底有知影即个上帝是对一个上帝。我毋知影摩西是毋是真正有清楚，即个上帝就是当初时带伊的列祖雅各去到埃及的上帝。因为若有，我毋知影摩西敢会感觉足奇怪。你带我的列祖来到伫埃及，是安怎伊搁互阮伫埃及拄着遮尔大的重担，至到今仔日，你着搁叫我带埃及，带以色列百姓要离开埃及。若是要安尼，当初时是安怎要来即个所在？而且有讲到一个真特别的物件，叫做焚而不毁。我想咱中间有真侪人拢是伫台湾拢是伫长老教会，所以对即个标题应该是袂真生分。敢会当认出？敢会当认出即个中间所写的白话字写啥物话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这是即个白话字内底所写的。遮有一个1865，这是即个日期是啥物？1865。咱长老教会台湾的长老教会开始的迄个时间，但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基本上有北甲南两个会合起来，它叫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。一个足特别的，一个是苏格兰长老教会，咱的迄个马偕伫北，马偕是加拿大，所以苏格兰伫南边，所以台南新学院。伊是苏格兰长老教会上开始伫迄个中间来设的，然后北边是加拿大长老教会，所以就是有咱的马偕博士去到伫台湾伫遐有真侪故事。即两个长老教会其实是嘛有真大的渊源，因为加拿大基督长老教会就是苏格兰长老教会来加拿大开拓的，安尼会当了解即个关系无？所以母会是啥物人？苏格兰长老教会，伊开拓加拿大基督长老教会，然后苏格兰长老教会甲加拿大基督长老教会做伙伫台湾开拓教会，然后后来伫时间进行到一个阶段，发现讲其实一个台湾有2个长老教会来，安尼开力减半，所以南北全合一。全2个教会所开拓的2个教派，伫台湾全合做一个教派，所以伫迄个中间有真济、真好、真水、真大的见证。所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安尼来。然后你看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即个焚而不毁的即个图，但是咱有看到咱的周报典馆，你的周报典馆嘛有一个图，迄个图啥物意思？即个图嘛是焚而不毁，只不过加拿大人画甲咱台湾所用的图无啥共款。台湾的图嘛一直咧更新，所以每一年，无每一年，几年了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伊对即个焚而不毁的即个 mark， 伊嘛一直拢有伊的图，有新的图出现。就亲像伫旧年、前年，加拿大基督长老教会嘛有一个新的即个图。这是咱周报典馆对总会网站典馆用落来的图，即2个拢代表焚而不毁，所以迄个物件就是对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经节内底所出来，意思就是伫迄个气皮伫遐烧的中间是安怎袂毁坏，然后咱长老教会拢用到即种的精神，焚而不毁。焚而不毁后一句是啥？咱后来搁来加一句焚而不毁，不愿朽坏，宁愿烧尽。
就是我即个物件无爱甲囥互歹去，但是甘愿要伫迄个中间，将家己烧尽用了。这就是马街博士当初时伊所留落来精神。讲我即个物件，我即个身躯，我即个人，我即个器皿，我要一直互上帝使用，一直到最后一刻，拢总用尽，无要留。这是伫咱的迄个焚而不毁这个标志内底所代表的一个真深的意思。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内底，拄起有即个焚而不毁，上帝使者的声伫迄个火焰中摩西来显现，然后甲伊讲：你袂使阁进前，你着爱烫你的鞋啊！是安怎爱烫鞋啊？我想这对亚洲人的习惯，甲西方人的习惯有真大的无共。可能伫西方，因虽然厝内底有地毯，但是拢会穿鞋仔去，甚至会穿鞋仔去到眠床，倒伫眠床嘛是穿鞋仔。但是对亚洲人，咱拢会烫鞋仔，是安怎爱烫鞋仔？咱敢捌想过是安怎咱会烫鞋仔？咱要转去厝里，你转去恁兜有需要烫鞋仔的，请举手。敢有人转去因兜毋免烫鞋仔？敢有人敢穿鞋仔入去内底？我是还毋敢。是安怎爱烫鞋仔？因为有分别，有分别，这个是圣圣诞快乐的那个圣，迄个圣原来意思分别。是安怎摩西去到这个所在爱烫鞋仔？因为今仔日你所看的亲像无啥物无共款，但是你所搭着的所在是上帝的所在，所以你爱烫鞋仔，你爱有所分别。伫台湾还阁有一寡教会，因去到港大的时是爱烫鞋仔。我会记我迄阵新人毕业无偌久，然后受派，了后交换港大的时，我阁要去到有个教会，伊要起来讲道，鞋仔爱烫伫下底。你袂使穿鞋仔起来到讲台顶，所以这是一种性的分别。然后对着摩西来讲，当上帝的使者来讲，我是你列祖的上帝，我是你的祖公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请问，当这个使者安尼在甲摩西讲的时，摩西敢听有？咱敢捌伫迄个中间想着，摩西伊到底认为伊家己是埃及人，还是希伯来人？咱来回想，伊是安怎会离开埃及，去到旷野，去甲伊的丈人故乡的迄当初时的故事。伊看到一个希伯来人，甲一个埃及人伫遐有冲突，然后伊拍死对一个，拍死埃及人。伊看伊家己，伊看希伯来人是伊的同胞，所以伫即个中间，咱会当来假设，摩西伊心内认为伊家己是甚物人？伊是希伯来人，但是伊是埃及大汉的哦，这是真趣味的，因为伫迄个中间，伊会当受到真好希伯来人的家庭教育，然后伊阁会当受到真好伫埃及地学校的教育，因为伊是王子，所以对着摩西来讲，由伊对希伯来以色列真大真深的认同，但是伊阁是一个非常知影埃及是一个甚物款所在的人，因为伊是王子。但是对于杀死人了，伊走去到旷野，然后咱所在今仔日所读的经节第3章第1节，摩西告伊的丈人米甸的祭司叶忒罗的羊群，所以即个嘛是走出去外口，然后带人的某，带人的祖囝做某，全留伫遐40年。甲甚物人最相像？咱之前捌讲着有一个人嘛呢，佮带2个吼，为着要带一个爱做7档，带2个就爱做14档。所以因遮拢有真共款即款的经历。所以我想，当即个时，摩西看到即个景象，然后伫迄个中间咧思想的时，我想伊知影即个上帝是一个甚物款的上帝。
即个上帝有可能就是当初是带伊的祖公、伊的列祖，对迦南去到埃及地的迄个上帝。当雅各因规家伙去到伫埃及地时，拢总70个人，但是当因要离开的时，因偌济人？若是根据圣经所写，因可能要有400人。然后对雅各入去到伫埃及，一直到摩西出世，经过350年，到伫摩西要伫迄个中间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拢总430年。我想这是一个真久的时间，但是是安那上帝会伫迄个中间来呼召？上帝呼召摩西的时机是甚物款的时机？咱若照着他拄仔所讲的，圣经内底所写，上帝呼召摩西，是因为上帝看见伊的百姓伫埃及所受的苦痛，因哀求的声，上帝已经听到，所以伊要呼召摩西来救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人的苦役，然后要带因到这段圣经还袂写着迦南，伊写的是老年甲密的所在，意思就是你毋免伫迄个中间做苦工。你会当伫迄个中间得到真好的讨饭，你会当伫迄个中间来非常好、非常赞的，然后互你的心神肉体拢得到爽快。但是上帝呼召摩西的时，是伫以色列百姓拄到即款真恶担当的事。我想你若对一寡资料，对埃及地因的资料，你会当看到埃及人因对待努力，因对待工，还是对待努力，就亲像安尼，因伫迄壁画顶悬。拄好圣经内底所写的即款的情形，拄好符合埃及因的新王国时期，即个所在新王国时期，伊差不多伫主前1550年，一直到主前1069年，大概伫即个时间。埃及所写落来的，甲伫圣经内底所写落来对照的迄个时间也差不多，所以即个代志真可能，就是发生伫埃及的历史内底。但是埃及的历史无写，是安那无写？因为所有埃及的历史只有写2项物件，第一个就是法老王偌尼伟大，第二个就是埃及即个王国因相战赢偌济。因将来伫因的历史内底，袂去写着因失败的，所以这段希伯来人的历史伫埃及的历史内底其实无记载。然后希伯来人嘛毋是埃及人唯一的奴隶，因的奴隶足济，毋是干那一个尔。所以我想伫即个中间，咱有真济物件会当伫迄个透过历史来印证，甚至是伫一个梦的内底。会当是看到伫埃及的人的梦内底，伊嘛有写着、记载着，当初时做奴隶的人，因爱有啥物款的物件，来叫看卖，看你会当叫几项。叫看即个是啥物物件？真咱拢是迄落象形文字的迄落文字学家吼。即个图是安尼吼，来到遮即两个共款，然后一直到遮。即个过程拄好是一个希伯来人做奴隶伫遐起厝的过程。咱来看，会当认几个出来吼。即个讲的是水池啊，所以伊用水搅涂，用水搅涂，然后放入去即个物件内底。这是伫涂骹一个木格子。然后伊将搅水的土，甲放伫迄个架仔内底，一空一空甲放落，所以打了伊会变啥？变砖啊，伊会变砖啊。然后伊爱过烧，伊爱过塔，遮个我就是无啦吼。过爱甲光，光到即个所在，然后最后是起做即个起做厝。这是因的像是因的图像内底所有的。伫埃及内底，因所有的物件是为即种的。
然后拄好伫圣经内底因所描述的也真共款，拄好两边安尼斗起来，搁有拍。所以上帝呼召摩西的时机，是一个上帝呼召其实应该是上帝呼召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时机，拄好是以色列百姓上界艰苦的时。但是是安怎要经营上界艰苦的时间呼召？若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，伊讲到要呼召因要创啥？要去到旷野敬拜上帝。所以对着上帝来讲，假使即群人是生活伫埃及，然后有通食、有通穿、有通住，有真好势的所在，会通徛起，要叫因离开，因敢会离开？我想真困难。但是独只有伫即个中间受到苦毒的时，因哀叫上帝，才会伫迄个中间平心去呼召。若是摩西拄着上帝的时机，是啥物款的时机？差不多咱讲着，摩西以前40年伫皇宫内底做王子，所以伊读真侪册。但是伊第二个40年，伊伫旷野替伊的丈人伫顾用。你真困难去伫即个时代、即个中间，详时去找到一个人，伊有读册，对法老、对埃及有真侪经验，然后伊阁有迄个能力、迄个经验，会当伫旷野顾羊，然后伫迄个中间行。因为接续摩西所要做的，就是要带以色列百姓，第一个爱去甲法老讲，第二个爱出埃及，行伫旷野40年。即款旷野顾用的经验，我想对当初时的摩西来讲，非常非常重要。但是摩西伫迄个中间，伊安怎来应上帝？伊讲我是啥物人？我要安怎会当去见法老？要安怎会当甲以色列会当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？我想对伫摩西来讲，伊人生所行的路是，伊一世人真大的痛，真大的痛，因为本来是王子。然后落魄，就去顾因丈人的羊，伫旷野过生活40年。你若甲摩西讲，你即世人有啥物真大的愿望？你即世人有啥物你想要完成的，还未完成的？我想摩西会甲你讲，我拢唔知，因为我只要会当过日，就真好啊。80岁无成就，80岁。伫人生所行的路走，佮毋知影要对对来，要对对去，甚至伊含即个上帝的名叫啥物名，伊拢毋知影。所以伊应上帝讲，伊讲若是法老王甲我问，恁祖公的上帝，伊叫啥物名？对着即个摩西来讲，煞袂晓因为伫圣经一直写到伫出埃及记。拢无写着上帝的名，到伫咱读的即个出来记第3章，伊拢无写着上帝的名。咱今仔日拢讲耶和华上帝，耶和华上帝，但是耶和华是啥物意思？耶和华本来意思是迄个真伟大、袂当叫的迄个名。我想伫咱的生活顶悬，咱嘛会当有即种经验。我若是叫我的查某囝，你若是叫你的囡仔，你安怎叫？叫名吧，还是叫小名，拢会使，但是你叫伊名。你的囡仔安怎叫你？你的囡仔安怎叫你？哪会无叫你的名？假使今仔日我的囡仔来，林锦熙你过来，安尼大家就出代志啊！因为伫咱的文化内底袂使安尼叫，是安怎？下辈袂使直接叫长辈的名。所以伫迄当时，是安怎咱的上帝，咱今仔日信仰内底即个上帝，伫旧约的时代，伊叫做袂当叫的迄个名的上帝，是因为人尊敬上帝，所以袂使直接叫上帝的名。但是因为受久无叫，叫了传了伤侪代。最后袂记即上帝的名叫做啥货，所以咱后来拢用耶和华上帝，但是事实上耶和华并毋是上帝的名，
摇花只不过是当初时的语言讲，即个就是迄个袂当叫的上帝的名，所以迄个上帝叫啥物名？若是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内底，伊讲的是，我是自然而然的上帝。有的圣经翻译叫做习在、今在、永在的上帝，或者是我是永远存在的上帝，或者是我是永恒的上帝。伊是用即款的字眼来去形容即个上帝。所以即个上帝啥物名？其实袂使叫，袂当。但是对着安尼，即个上帝，摩西咧讲，你着去甲法老讲，将我的百姓带出来时，因为我要行拯救伫因的身上，因为要互希伯来人搁一摆会当去敬拜上帝。我想对着摩西来讲，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。第一个，奴隶要安怎会当去要求伊的主人，互伊离开？然后第二个，对着摩西来讲，摩西还阁是埃及的通缉犯，因为咱顶礼拜所读的经章，你若详细甲读第2章，你会发现，其实当法老王知影摩西杀死埃及人的时，法老王其实真生气，要甲杀，所以走。若是对着即个所在，摩西还阁是埃及的通缉犯。然后伊要安怎会当转去到法老的面前，甲伊讲，互我带我的百姓来离开埃及。人一生上界困难的就伫遮，因为真侪时，咱会当看咱家己的计划，无一定有法度去体会上帝的计划。真侪时，伫上帝甲我的计划中间，咱真歹来选择。但是即两个要安怎分？到底啥物会是上帝的计划？啥物会是我的计划？我想伫即个中间，有时咱所计划的物件，咱家己有情；但是上帝计划的物件，上帝来有情。有时咱来看见咱所参与的计划，来看咱家己到底有啥物款的能力。有啥物款的福分会当来参与伫即款的计划？是安怎伫即个中间，我会当来参与，我会当来做即种的事工，我会当来参与伫即个计划中间。有时讲起来，咱所会当做的非常有限。我想对摩西嘛同款，伫摩西伊一生内底所行的正常，咱甲分做3个阶段。伫经历第一个阶段，我相信伊人生上界请赢的是，因为伊是一个王子。但是对王子直接落去到旷野过样的，大概是伊人生上界悲惨的事。伫即款的悲惨的中间，上帝来甲伊讲：你着带我的百姓离开埃及，去到流奶甲蜜的所在。迄着亲像今仔日伫咱的生命中间。咱拄好伫人生上界坎坷、上界动荡、上界不如意、上界不得势的时，上帝甲咱讲：来，我要用你。今仔日呼召咱的上帝，到底是凭着咱的才能，凭着咱的德行，还是凭着咱的能力来呼召咱？其实上帝伫即个中间所要呼召的，是一个忧伤痛悔、愿意降服伫上帝面前，做伊的器皿来往头前行的人。我想上帝负责伊的计划，所以上帝呼召一个人，伊就负责迄个人所有的一切，包括你我，咱伫教会内底的服侍，咱所行的事，上帝要负责。网络顶悬有一幅图，伊安尼写：你从85楼往下看，全是美景。85楼伫倒？讲到85楼，你会想到倒？高雄哦，高雄就是85大楼，但是85楼你不能上去哦。你从85楼往下看，全是美景，但你从2楼往下看，
全是垃圾。人若没有格局，看到的全是鸡毛蒜皮。如果你是蚂蚁心态，再小的石头都是障碍；如果你是雄鹰心态，再高的山峰也敢尝试。有高度的人不是没有困难，行走的高度不一样，做人的格局也不一样。我们每天要做的是如何提升自己的高度和深度，而不是每天讲述自己的障碍和烦恼。心小，任何事情都是大事；心大，任何事情都是小事。人生就是一场自我挑战。我想伫这个中间，会当照着这个所写的来形容摩西伊的心境。对着摩西医生所要行的路，伊真歹去选择，因为摩西会当做的选择实在是无济。伊会当继续顾念，但是嘛会当互上帝来使用。今仔日对咱来讲，咱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的格局是啥货？你若是一个狗仔，搁较细粒的石头，嘛是阻碍。但是你若是一个天顶在飞的鹰鸟，所有一切你所看到的，含山你着加倍。我想有真侪时，伫即个中间，重新去看到一个基督徒面对上帝的呼召，咱用什么款的态度来面对？咱怎样伫迄个中间来放下咱所有的，独独来面对？我想2019年有真侪代志会发生，咱拢伫即个中间在做见证。咱有可能看见中国会有真大的改变或是变化，咱有可能看见台湾伫真侪，无论是政治，无论是经济等源的转变，无论咱得意，无论咱有满意还是无满意，检测有真侪物件伫迄个中间，拢在变化。伫咱的教会中间嘛是。或是伫真侪人的生命、家庭等源中间，你嘛会看到真侪变化。但是无论咱今仔日所拄到的是啥物，爱记住一点：独独只有伫人软弱、愿意后叫上帝的时，咱才有法度去接纳上帝对咱的呼召。无论是以色列百姓，无论是摩西，假使伫以色列人上界请赢的时，上帝要呼召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我相信绝对无爱。今仔日是安那要叫因走，因会走，就是因为已经带袂落去啊。今仔日对着摩西来讲，上帝的呼召不得不头前来行，因为对伊来讲，伊的人生嘛毋知影已经剩啥物货。假使伊参与伫上帝的计划内底，检测即个人会阁无共款。后来事实证明，摩西上界有价值的人生第3个40年，就是伊伫旷野内底带以色列百姓伫旷野行的时，检测对伊来讲，迄是一个真重的重担。但是最後伊所成就的，是真濟人伫迄個中間，重新得到敬拜上帝的機會。親愛的兄弟，伫2019年，上帝有呼召你嗎？伊呼召你要做啥？伊呼召你要伫咱的生命中間，要伫你的生命中間，要來成就什麼款的事？要來互什麼款的人得到利益？人生是一場自我的挑戰，這款的挑戰，咱打要開始。願咱伫這個中間互相勉勵，來看咱所要行的路，毋是咱所要安排的，總是乃是上帝是一個掌權。獨獨上帝是掌權者，人是有限的。為着上帝來活，互咱的生命更較有價值。咱三個來祈禱。聽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謝你的恩典，感謝你，互阮通過出來入去，阮閣一擺來看見你怎樣呼召以色列人，
你呼召摩西，然后要互即两个三角伫你的计划内底成就真特别的大事。主，阮伫即个中间也要恳求你，求你互阮伫2019年阮所要跑走的路站，阮看见时势特别，阮看见真侪时，阮渐渐老亚细，兼且阮看见阮的细囝囡仔，亲像还未开的花，还未大。总是阮恳求你，互阮伫即个中间继续奉你的名来造就栽培。求你呼召阮，通伫你的面前，伫教会中间，三角来参与上帝你，疼惜阮后一代，疼惜阮教会要向前行的计划。主，互阮伫阮所行的路站参与的计划中间，来成做你上界大、上界好的见证。主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伫所跑走的路站无累积，互阮伫即个中间无看阮的环境，互阮会当亲像摩西，虽然伫不得时、不得志的中间，犹原会当来回应着上帝你的呼召，参与伫上帝你的计划中间。主，愿你是阮束缚看阮每一个人来跑走，阮所要跑走2019年的路站。愿阮所行所走的，成做阮人生上界有价值的。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